好多人喺孩童時候都有夢想，佢哋滿有憧憬，想像有一日夢想總會達成。但係喺中國大陸，大部分殘障孩子嘅夢想簡單到希望可以返學讀書，或者同其他小朋友玩，對佢哋嚟講卻係好遙遠、好無奈，似乎一生都難以實現。每個人咧都有一個夢想嘅，一個殘障嘅人都有權利有夢想。我長大以後不要當一個按摩師，我要當一個科學家。我想當鋼琴家，當一名科學家，好發明宇宙飛船還有火箭。如果我能看得見，生命也許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歡的，我愛的都不一樣。彩虹工程2004年開始於中國大陸致力幫助殘障人士，尤其失明及老麻嘅孩童。除咗資助佢哋接受教育之外，亦賦予佢哋最寶貴嘅就係人間嘅愛。呢份愛同祝福，讓佢哋孤獨嘅心靈得着關懷，得着鼓勵。佢哋可以積極學習，增加知識，盼望將來學有所成，喺唔同嘅領域工作，為社會作出貢獻。殘障嘅孩子咧，最聽得多嘅一個字係咩字咧？其實係唔能夠。咁我就發覺到咧，原來佢哋最需要嘅係啲咩嘢咧？第一咧就係愛心，就係佢好需要有側邊人去關心佢哋。第二咧，佢哋好需要嘅好多嘅工具啊、儀器啊，嚟到幫助佢哋嘅生活。仲有第三樣嘢就係佢哋嘅心態，佢哋需要從佢哋過去嘅困難中跳出嚟，咁佢哋先有一個光明嘅人生。咁我哋發覺到呢啲就係佢哋最缺乏嘅嘢。好希望佢可以第日可以去入到學校啦，讀翻佢嘅書啊，即係好似同啲普通細蚊仔咁樣。其實我哋好希望能夠推動到中國嘅殘障人士能夠有機會接受正統嘅教育，好似平常嘅人咁樣樣，佢哋能夠可以揾到有佢哋自己嘅夢想，有佢哋自己希望做嘅職業。我細個嗰陣時咧，我就中意咧追嗰啲彩虹嘅。咁我到14歲嘅時候，眼睛睇唔到啦，咁好 sad 喎，咁睇唔到彩虹喎，真係估都估唔到喺2004年，竟然咧彩虹工程出現嘅。嗰啲孩子咧有機會讀書啊，慢慢長大嘅時候咧，佢活得好活潑啊，佢都可以開始做到一啲嘅工作啊！哇，呢啲係好彩色繽紛嘅，好似彩虹般嘅生命。我的夢想就是現在考上大學，將來能找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然後盡我的最大努力，去幫助更多像我一樣困難的盲童實現他們心中的夢想，這就是我的最大的願望。我來這上學是彩虹工程，都幫助我來上學。我很喜歡上學，我希望將來能夠做一位牧師，我希望自己能開一個副業，能幫助那些在外面沒有家的孩子，能夠給他們一個家。將進展一定會讓我實現這個夢想。我哋邀請你一齊參與彩虹工程，喺中國協助殘障孩子教育同就業嘅工作，成為呢啲孩子嘅眼，幫助佢哋將來喺社會上成為有用嘅人。請支持中國殘障孩童教育及就業計劃。